继续来关心天气，这几日咱呢受到这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北部甲东部这天气是有加较冷。也毋过气象署讲，今仔日日时这大陆冷气团有减弱，所以温度会寥寥回升。也毋过拜三开始呢，又搁有东北季风要落南啊，到时阵这天气会搁反寒，所以提醒观众朋友一定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。拜一北部的天气不遮冷，气象署讲，受到今年寒天头一个大陆冷气团影响，毋过对拜一开始，大陆冷气团会减弱，各地温度就会回升。到拜三，东北季风落南，这方面的地区就会搁反冷，亲像北部和东半部也会落雨。那到了明天，整体上来说，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4度以上。那不过要留意的就是在明天的清晨，其实整体上来说，还是会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，所以在各地可能低温方面是在14到16度。气象署指出，东北季风要到拜五、拜六才会减弱，但是受到南冰水气影响，南部和中部山区也会落雨。到了周三、周四会有一股东北季风南下，所以在降雨的方面，迎风面会比较偏多一些。主要是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，降雨时间相对比较长一些，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。那到了周五、周六，那虽然东北季风在减弱，除了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之外，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也可能会为一些南方的水汽上来，造成一些降雨的现象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这礼拜要注意温差变化。日时和暗时的温差上侪会差到10度。另外，拜三因为东北季风增强，所以海涌嘛会变大，有要去海边的民众就要注意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